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晚遲新聞報導，我係新聞報導員梁思齊。我係新聞報導員彭子琳。先講一下香港嘅消息。上年12月29號，北角東岸板道正式開放啦。呢段板道大約1.1公里，連接北角海濱花園到鰂魚涌海裕街，仲有玻璃觀景台同埋寵物區，大家可以邊散步邊欣賞維港美景。玻璃觀景台好受歡迎，大家着上鞋套喺玻璃上行走，腳下就係海水，感覺真係好刺激。玻璃觀景台免費開放，大家有興趣就去試下啦。寵物區同樣吸引，好多主人都帶狗狗嚟玩㗎。另一單香港新聞，1月20號強制舉報虐兒條例正式生效，教育、社福、醫療界等專業人士，如果懷疑小朋友受到嚴重傷害或者危險，就一定要舉報。如果唔舉報，最高可以罰款5萬元，仲可能坐監3個月。條例會保障舉報者身份，令保護兒童更全面。講到政治，李慧瓊喺第8屆立法會主席選舉中，以47票擊敗陳振英，成功當選。佢希望可以引領議會專注於提質提量。陳振英就表示接受結果，願意繼續合作。交通方面，2026年1月1號開始，違例泊車罰款由320元加到400元。政府解釋話，罰款已經超過30年冇調整，阻嚇力唔夠，加價希望可以改善道路安全。健康方面，元旦起香港擴大禁煙區，學校、醫院同診所嘅出入口以外3米範圍都唔可以吸煙，違例罰款由1500元加至3000元。仲有新規定，排隊時唔可以吸煙，亦禁止向未滿18歲人士提供煙草產品。政府希望透過控煙10招，逐步降低吸煙率。另一方面，了解下中國嘅新聞。上年12月9號，神舟21號航天員完成首次出艙活動，歷時8個鐘。張陸同武飛出艙檢查、安裝同埋更換設備，其中武飛係中國所有執行出艙任務嘅航天員入面係最年輕嘅。12月初，四川都江堰首次發現恐龍足跡化石，距今大約2億年。專家確定有20多個足跡，顯示恐龍曾經喺當地密集活動。附近仲有木化石，對研究古代環境好有幫助。國際新聞：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嘅大熊貓龍鳳胎曉曉同蕾蕾喺2026年初正式歸還中國。佢哋喺2021年出世，深受日本民眾喜愛。歸還當天，好多市民排隊送別，場面感人。日本亦因此進入令熊貓時代。最後講講中東局勢。2月28號，美國同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，對伊朗首都德黑蘭等多處發動飛彈攻擊。因應中東局勢緊張，本港保安局更新外遊警示，提醒市民如非必要應避免前往伊朗及以色列。今日新聞報導完畢，再會。